旅客坐中营航空为美国飞转来台湾，也毋过行李无对咧转来，是隔工才互寄转来。但是行李内底开50万落买精品拢无去咯。这中营航空决定要赔偿6500块，旅客真不满。原本的时候，它这个密码扣是有就是扣上的，所以我解开密码打开之后，我才发现，拉链怎么被破坏成这样子了？本正好好的行李箱，突然密码锁拢互破坏，外站阁扣添一沿铁布。旅客洪小姐是真生气，阁毋甘，因为毋若行李箱坏去，重点是内底贵重的物件全部消失。送回来行李乱糟糟，红无甲无去精品算的总价力超过新台票50万。时间回到7月18，洪小姐坐中营飞龙机为芝加哥飞转来台湾，落飞龙机了后，煞一直等无托运行李，结果互通知行李无上飞龙机，爱等后一班。是毋过今日讲行李互寄转来，一个拍开是贵如厂厂，精品衫裤、卡蚌个5000块美金全部无去，会惊甲赶紧联络中营航空，该走一撮航警局报案。我不奢望找回东西，跟不奢望他们赔我多少钱。但是我觉得他们根本就无所谓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完全没有诚意。旅客洪小姐若想到这件代志，就气甲规巴都火，认为中营航空处理代志是无要无紧，时间过要1个月，才用电子配回，讲是用重量计算，会赔80块美金。只是因为特殊案例会提悬到200块美金，大约新台票6500，会完全无法度接受。中营回应已经真侪摆联络旅客，但无改进，伊会继续协商，卖提供适当的赔偿。你可以单独把这件东西报保险，或者是在航空公司可以报值，但是每个航空公司的上限不太一样，通常都是在7万到10万台币之间。其他游客要如何保护家己？专家提醒国际通用的规定，托运行李，若是害去或者是碰见，航空公司被照价赔偿，拢是称重量来计算，所以贵什么物件上好嘛是拢爱早伫咧身躯顶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